继续来看到消防替代役功夫实在有够老，甲拍火英雄的图拢画去壁里。金门金武消防军队替代役柯胜朴，大学时主要有学过这个雕塑，靠一双手甲队里15个学长画伫咧重粉饰的壁面，当作是退伍时要送给学长的礼物，画甲成成，互大家看甲目睭无转轮。一笔一画，伫咧壁顶真幼稚来画出这个面部的表情。这青真的新闻开口，就甲咱亲像甲相片甲印咧壁顶悬同款。另外，这幅画作更较互人看到目睭拢紧起来。消防人员光电机啊，足飘撇的，亲像活人徛伫咧壁顶悬同款。对这个光影到条纹幼项，拢甲画甲足青真的。也若这作品拢是这个金门金乌分队替代役的杨胜朴开足侪时间设计。不管在打火还是在救护，就他们的后盾，就最强后盾就是他们自己的同胞，他们自己在做的训练，都是为了可以让自己可以成为别人后盾，也让别人可以成为自己后盾。这也是我为什么把大家都画在中军室里面的原因。因为感觉到这个拍火英雄的好感情，台湾艺术大学毕业的杨胜朴发挥伊的长处，用素描的方式，甲15个早暗做伙斗阵的学长，拢甲画伫咧重粉色的壁面，这看到足写实，阁有趣味，互规个空间拢活泼起来。声音都画出来嘛，一边健身就不会这么无聊。整个训练过程没有那么枯燥。对，就可以一边看一边做这样。这个敢若真的创作，互真侪消防队员拢感觉讲太厉害咧。杨胜朴嘛透过这画作，甲当作是退伍的临别礼物，毋但传达拍火兄弟的革命感情，嘛正做大家心肝眼仔美好的记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